大家好，我是开山佛教中心的小清江法师，是尊贵的赞德古仁波切的弟子。上一期我们讲到就是重新再讲过一次。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就是马明菩萨他写的上师50颂。这个上师50颂呢，它的就是它的论释和解释呢是由格西阿旺达杰所写。那我们会以这一本为我们主要的参考书。基本上还是会沿用一段英文一段中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和解释。那上一期呢，我们是停在第14颂的第14颂我们分享了上半部，那今天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下半部。第14颂毁谤金刚阿舍离无间地狱等部位所说所有为地狱，废止定入尽诸狱。那他讲的是，就是说不管我们之前有提过什么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可怕的地狱。他讲，比如说我们讲到阿鼻地狱啦，也就是无间地狱。我们说呢，那个上师50颂里面，他说到，只要是你去贬低或者诽谤自己上师的话呢，这些人都将会在无间地狱或者阿鼻地狱里停留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所谓的无间地狱，其实可能大家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无间地狱其实是地狱里最可怕的，是最苦的一个地狱。那所谓的无间，其实是它有几个定义来解释无间。无间基本上就是说，人死之后直接没有经过中阴阶段，就直接的就堕入那个地狱里，那就是无间。其中这是一个无间叫去苦无间。那另一个无间呢，是它是受苦无间的，就是说你在进入这个地狱之后呢，它是中间你所受的苦是从来没有间断的，基本上是从一开始进去到出来为止，它的苦是没有间断的。那另一个呢，就是时间上的无间，就是在不管就是我们的时间在劫之间呢，它时间很长，是从来没有间断，所以是无时无刻的没有一个停止的没有一个歇息的时候，那就不停的在那个地狱里。那另一个呢，就是寿命无间，就是它寿命呢你在受苦的那个阶段，你在无间地狱里呢，它是不会说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投生啊，然后怎么说呢？就像我们以为的一次投生中间有一个间歇，其实是没有，这个寿命是无间，它是不停的。那另一个呢，就是身形无间。身形无间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狱里，它有多大的话呢？就表示说它里面的身形所有的，就是在地狱里面的众生呢，最满布整个地狱，它是没有间隙的，所以这个叫无间地狱。那一般上呢，我们常说什么样的人会进入无间地狱？一般上我们说的是，如果是犯上忤逆罪或者叫无间罪的话呢，他就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狱里去。那无间罪指的是什么东西？无间罪或者是忤逆恶罪呢？一般上指的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就是破和合身，还有另外一个是触佛身血。那杀父杀母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大家都知道。那杀阿罗汉呢？那指的是阿罗汉，指的就是那些修行有成就的人。如果我们去杀他们的话呢，那基本上呢，那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忤逆罪之一。那破和合身呢？那它意思是，如果说我们去在僧众之间，我们去进行一些诽谤啊，或者是去离间他们呢，去说哪一个出家人的坏话啦，导致出家人之间出现一些纷争的话呢，或者不和的话呢，那就是破和合身的意思。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会导致佛法没有办法继续，就是大家会对就是僧团啊会没有信心，就继而会影响这个整个佛法的弘扬。那另外一个呢是触佛身血。触佛身血的意思指的其实当然就是说，
杀佛的意思。那当然这里不表示说，因为我们其实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佛，我们怎么可能杀佛呢？那所以这里的出佛身学呢，它的意思其实包括，如果说我们去破坏佛像呢，它也是属于一种出佛身学的一个意思。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样的人会进入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那所以说呢，这个第14颂他说毁谤金刚阿舍离的人，就是毁谤上师的人呢，他其实是会下无间地狱的，而且会在那个地方逗留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第14颂，他的就是在字面上他的意思。那这个解释上呢，他有说到，就是说我们犯上这些罪的话，如果说我们去诋毁这些上师的话呢，它其实会分成2种后果，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那有形的后果呢，就是我们之前在就第23颂，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形的后果呢，指的是今生你所可能会看到的一个恶果。那今生会看到的恶果包括什么东西？包括其实我们说诋毁上师的人啊，将会可能就是会死于非命。就是他的后果，就是在当世，他的后果就会相当的凄惨。所谓的死于非命呢，可能就是你可能会患上一些严重的感染病啊，或者是给一些有害的一些灵体所伤害，导致了染上一些疾病啦，或者可能是会招惹一些恶魔，或者是瘟疫，或者是毒药啦所害。这是我们所看得到的后果。那所看不到的无形的后果呢？那这个之前也是其实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所谓的无形的后果呢，是我们这次看不到的，那是来世的。所以来世讲的就是一些所谓的无形后果，就是来世。所以这一颂呢，第14颂，指的就是所谓的无形的后果，因为这是属于死之后才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刚才也解释过，这阿鼻地狱是什么东西，所以会诋毁上师的弟子将会在阿鼻地狱投生，而且会在那里逗留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就是这些资料其实并不是任何人，就是并不是马明菩萨或者是这个格西阿旺达杰，不是他自己本身去编，就是或者是捏造出来的一些内容，也不是就是讲恐吓人或者危言耸听的。那其实这些都是根据密续的经典来就引用密续的经典来告诫世人的。所以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其中一部经就是密续的经典，就是《金刚藏庄严序》，他有说，贬低上师的弟子呢，就无论他们再怎么努力，他们即使晚上不睡觉啦，白天不吃饭呢，他看起来是多么精进的修行都好，他的修行上都将不会有任何成就。那甚至不只是修行上面有成就，他们甚至连一个吉祥都不可能会有。而且不只是这样，就是说他们修行，他们的做法上越是精进的话，那他们越可能是构成他们会投身地狱的一个因。那这是贬低上师的一些无形的后果。那为什么说他们怎么说呢？你修行在表面上修行多么精进，为什么会造成就是投身地狱的因呢？那因为基本上如果说你很努力的在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比如说很努力在研读经书了，或者是很努力在做各种各样的修持了，或者闭关了，但是你从内心里，其实如果你是根本就看不起你的上司，或者是诋毁你的上司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传承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传承的加持也根本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发挥作用。而且上司是就是那个会带领你走向正悟之道的一个人。那如果说你连上司你都看不起，都瞧不起，都要去对他不只是瞧不起，还对他进行诋毁或者贬低的话呢，那你所做的一切跟佛法所要引领你朝向的方向，其实完全相反的。那佛法所教导你的方向是带领你走向正悟，如果你走相反的方向，那必然就是投身地狱了。所以
你的修行越是精进的话呢，其实就是你可能你觉得你自己读的东西越多，你懂的东西越多，你熟读的东西越多，你懂的仪轨或者是各种仪式越多的话，那其实会助长你自己本身的一种就是一种自我的一个膨胀。那所以就是越懂得越多，反而其实就会制造更多的这种一种恶果。如果你从根本上你动机就是不正确的话，那这个呢，除了这个金刚藏庄严序，在圣乐根本序他也说到，就是无论呢这些弟子他是如何的接受灌顶，他怎么去进入一些就是密续的坛城，而且投入这些修持。只要是你跟你的上师关系是非常薄弱的，这里讲关系非常薄弱，当然就是说弟子会诋毁上师，因为从上师那个角度呢，他上师一直都是非常有慈悲心的，那上师是一直都想，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弟子。那既然上师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话，那会造成关系薄弱，当然肯定弟子这方面有问题。那弟子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上师跟弟子间关系薄弱呢？那当然就是说，那弟子对上师造成伤害，那就是他贬低啦，或者是诽谤啦，去自己的上师。所以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个弟子无论他去接受多少灌顶都好，他接受多少本尊的灌顶啦，他多么进行多少闭关都好，他将不会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那这是圣乐根本序所说的。那这是基本上是算是前文提要。那今天呢，其实继续再跟大家就是引用其他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密续的一些经典上的引用跟大家分享。其实因为这些可能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不太轻易接受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所以就在解释的时候呢，就不得不引用更多的经典来证明，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可靠的出处的。所以这接下去再引用的这是密集根本序。密集根本序他说，这个等下我还忘记跟大家念一下英文。The Guhya Samaja Root Tantra says that if they properly cultivate Vajraguru, receive initiations and practice correctly, even disciples who have committed the 5 immediate negativities, the most serious of non-virtues, can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the one lifetime, whereas those who have not created any such negativities but have belittled their guru from the depth of their heart will never be able to attain anything, no matter how they practice. 那这一段说的就是说Guhya Samaja Tantra 就是密集根本序。他说密集根本序里面他有针对这个他有说了一些话，就是说那些能够跟自己的金刚上师能够正确的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从上师那里接受灌顶，而且并能够如法的修持弟子呢，即便他曾经犯下最严重的忤逆恶罪，他也有可能在当世，就是他的那一生中取得证悟。所以刚才我们有跟大家解释过，忤逆罪是多么严重的。基本上你犯了忤逆罪呢，你就等于是在死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连中阴阶段都没有经过，就直接进入就直接坠入地狱的。但是这个密集根本序中说到，他讲，如果你能够跟自己的上师就是能够建立很好的关系，如果你能有很纯净的上师依止心，而且然后你从上师那里接受密续灌顶，然后再如法的去修持的话呢，你即使曾经犯下最严重的忤逆罪呢，你一样也有可能在这一生中就取得证悟。那反观呢，那些没有犯下这些恶行，但是心里却打从心里贬低自己的上师的弟子呢，他即使再怎么去修持都好，他都很难，或者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取得任何的成就。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上师就是我们心里对上师的一种尊敬是非常重要。这也等于说贬低上师的他的罪业是比犯下忤逆恶罪还要可怕的。
那忤逆二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已经是非常严重，一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或和生和触佛身血，那已经是非常严重，可以让你直接连中阴阶段不经过就直接下地狱的。但是如果说这些犯了忤逆罪的人，他如果诚心忏悔，而且完全的就是去依止上师如法修行的话呢，就是接受他的上师的密续灌顶，并如法修行的话呢，他还是有可能在那一生中，就是那一世里，就得到证悟，或者是在修行会有成就。那如果说你是怎么说？你即使你一辈子没有犯下其他的严重的恶业，但是你打从心里你是非常骄傲去贬低这些上师的话呢，那你的修行呢，就是根本是没有办法取得成就的。这是密集根本序说的。那接下去呢，下一段 Lama Tsongkhapa said that the 50 verses of Guru devotion was written especially for disciples who take profound teachings from any gurus who just happen to be around but don't cultivate devotion to any of them. Out of his great compassion, Acharya Ashvaghosha summarized what such disciples should do in order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ir commitments properly. 这一段说的是他讲，宗喀巴大师说，这个上师50颂，其实是专门为那些怎么说呢？那些在从上师那里接受很多甚深的教诲，但是却没有对上师培养依止心的弟子而写的。他这里有讲到，就是特别提到这点，他是专门给那些恰好就是他上师是很方便的，刚好出现在他身边，他就很顺便的接受这些教诲，所以并不是说就是他并不是一般就是就一个弟子。就真心的去皈依一个上师，然后就跟随这个上师修行，而是有一些情况是有一些人刚好就是有一些上师突然间出现啊，就接受一些灌顶啊，他其实是没有真心打算去依止一个上师的人，所以这个上师50颂其实是专门为这些人写的。他说，是因为出于大慈悲，宗喀大师说，马明大师他是由于很大的慈悲，他知道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子来做的话，我们接受了灌顶，我们却接受了很甚深的教诲，但是我们却没有对上师产生依止心的话呢，其实这是就刚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罪业。所以马明大师他出于慈悲，他不希望这些弟子会犯上这样子的一个罪业，就是让你所有的修行都是白费，不只是修行白费，而且你还可能因为贬低或者是看不起这些上师，而必须投身在无间地狱里。所以马明大师呢就总结了这一本上师50颂，具体的去在行为上去教导弟子应该怎么做，就好让那些弟子们呢明白自己本身就是接受这个密续灌顶之后所应该做的，他本身所应该履行的承诺是哪一些方面。所以马明大师就基本上是怎么说呢？是一项一项列举出来，让大家具体知道是怎么去做的。Another scripture say that if you don't regard the teacher from whom you hear even one verse of teaching as a guru, you will be reborn as a dog 100 times, or as a being that feeds on the flesh of its own mother. 那另一个经典呢，他有说到，就是说，哪怕那一个人就是只是教导你一个偈颂都好。如果你不把他当成你的上师，那你就会投身为狗100世，或者是投身为那些吃自己母亲的肉的众生。所以这里说的就是，只要给你传法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偈颂都好，你都应该把他当为是上师。那如果说你对这样子这么一个传授你一个偈颂的人，你
你不认为你不把它当成上司的话呢，那你所造的这个业呢，就会让你投身为狗100世。Thus, the great Tilopa told Naropa, "For all these reasons, you should be skilled in cultivating proper Guru devotion." 那所以呢，这个伟大的蒂罗巴尊者他就告诉他的弟子那罗巴说，他说就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原因，他讲，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去培养正确的上师依止心。那个那罗巴尊者其实他的上师依止心是出名的，他当时为了就是怎么说呢，争取蒂罗巴尊者作为他的上师呢，他总共经历了，就是他总共跟尾随他，似乎是长达12年，所以中间呢，其实遭受各种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虐待啦、责骂啦种种的，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所以在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呢，蒂罗巴尊者终于愿意传授他一些甚深的法门，所以那罗巴尊者也是因为他就是在过去的10多年里，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上师，就是有就是没有放弃对上师的依止，那所以他一接受这个教诲呢，立刻就有了成就。那这是刚才就是这是蒂罗巴尊者跟那罗巴尊者说的，说培养正确的上师依止心是非常重要的。A great Kagyu Lama once says that if you allow the sunshine of your fervent regard to fall on the holy physical form of your guru, the Vajra river of inspiration and blessings will flow. Another said that if you try to meditate on emptiness without supplicating your guru, you are like a cave facing away from the sun. It's impossible for the light to shine in. In other words, if you meditate on emptiness without making request to your guru, your practice won't bring realizations and you won't be able to strike at the heart of your ego-grasping ignorance. 一位伟大的噶举上师他曾经说过，如果你这里是用的一种形容的方式，那如果你让你的很热切尊重上师的阳光去照耀在上师的身上的话呢，那这些启发和加持的金刚之河将会潺潺流动。那这里说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很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你的上师的话呢，你将会得到传承的加持。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另一个就说，如果说你在没有经过上师的同意的情况下，你在没有恳求上师的情况下去修持、去冥想空性的话呢，那其实你就像是一个背离太阳的洞穴。那背离太阳的洞穴什么情况呢？就是说，那是一个永远没有光线照射进来的一个地方。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向上师请求就开始去修空性的话呢，你的修行呢将不会带来任何的觉悟，而且你没有办法去直接去击中你的我执或者是无明的一个心。那这里再度强调，就是说，上师我们所有的修持，你要修持，你的修行要有成就的话呢，你一定要得到上师的怎么说？是上师批准你，上师赐予你那个修持，那你去修的话，那才是可能带来成果的。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很自大的以为自己可以任何怎么说呢？自己可以选择某种修持自己来修，就觉得自己可能从这里得到一些成就或者是觉悟或者证悟的话呢，那基本上那是不可能会有任何成就的。那首先，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去请求上师的同意，而擅自去做一个修行，就表示其实你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那你是非常傲慢的。那傲慢其实是就是对着自己的上师都如此傲慢的话，那基本上它就完全违背了上师依止的一个精神。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可能期待有成就呢？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修持呢，我们其实都应该征求上师的同意，那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加持传承的加持，修行也才可能会有结果。那更严重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明明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上师，
那他还到处去，就是看到哪一些可能名声比较响的一个上司，他们到处去，到处听到哪一个上司要给一些灌顶之类的，也到处去接受灌顶。没有事先没有征求自己上司的同意。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其实这种好高骛远的情况，那当然你这样子，你当然我们到处我们去接受灌顶，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所谓的好处就是希望自己的修行能够更进一步。但是你在背离上司的情况下去这么做的话，你没有得到上司的一个允许，你没有请示上司，没有得到上司的批准而去做的话呢，那其实也就是违背了上司意思的一个精神。那其实就表示你已经根据你个人的一个判断，你根据你的傲慢，你背着上司这么去做。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与其怎么说得到成就，你反而呢会让你种下一个就是一个恶因，就是投身地狱的一个恶因。In his Uttara Tantra, Maitreya Buddha said that you can realize emptiness only when you have fervent regard or great respect for your guru. 那除了这些呢，弥勒菩萨也针对这个上师一子也说过一些话的。那弥勒菩萨在他的宝性论中有说到，他讲只有当你对你的上司非常的有大量的极大的一个恭敬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体悟空性。那接下去呢，还有一个例子，那个例子那个是英文。Gampopa's disciple once asked him how he had achieved the realizations of Mahamudra. He replied, "When I was able to keep my guru Milarepa in mind all the time, that's when I realized Mahamudra." 这个讲的就是冈波巴，冈波巴是弥勒日巴的弟子。那冈波巴他的弟子，冈波巴是弥勒日巴的弟子。那冈波巴的弟子呢，就问这个冈波巴说，他讲我们应该怎么，就是冈波巴是怎么去证得大手印的？那冈波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他的回答是很怎么讲，是很直接而简短的。他说，当我能够将我的上师弥勒日巴时时刻刻放在心里的时候，那就是我证得大手印的时候。那从这里他再一次强调，其实大手印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修持。他在这里呢，又再一次的在跟我们强调说，你要修行有成的话，你就要绝对有绝对的全然的上师一子心。如果你能时时刻刻都惦记上师的话呢，那就是你的修行开始有成就的时候。所以同样，你看我们刚才列举了这么多例子，不管是密续经典啦，或者一些大成就者啦，甚至这些菩萨啦，基本上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要修行有成，那就是要全然一指上师。你一指上师的程度越高的话呢，那你的修行的成果呢，也是会更加显著。所以我们的修行成就跟我们对上师的，我们的上师一指心，它是怎么讲？它是相等的，就是越对上师越是一指，修行越有成就。那反之呢，如果越对上师越是不尊敬的话呢，那你修行就越没有成就，不只是没有成就，还可能会越来越退步。Similarly, the Trimala Milarepa say that since the Guru is the quintessence of all the Buddhas, if you can see him in his real form of Dhammakaya, you will spontaneously and effortlessly receive all the inspiration and blessings of all the Buddhas. 那同样的，就这尊弥勒日巴说，他讲，既然上师就是众佛的精髓，那如果说，既然上师是众佛的一个总集或者精髓的意思，如果说你能够看到上师他真正的一个法身相的话呢，那你就能够很自发的，而且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得到众佛的启发和加持。所以在这里这弥勒日巴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讲回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我们应该视师为佛。那如果说我们在看着上师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就是一个普通跟我们一样的人，那我们对上师的各种他示现出来的各种方式，如果我们都能够视他为佛的一个善巧的话，那如果
我们能够这样子来看待上师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就是我们就会得到众佛的加持。那反之，如果说我们把上师当成是一个普通人，那他视线愤怒的样子，我们就把他当成是一个普通人、一般人愤怒的态度来对待的话，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自然就没有办法得到佛的一个加持和启发。So I think that's enough citations clarifying these points. Now please contemplate them properly. 到了最后一段呢，他就说，所以我认为，刚才所列举的这些例子呢，已经足以澄清解释清楚这些上述的内容了。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请在场的人就听的人好好去思考这些内容。好，这个是第14颂，第10颂有点长，所以第14颂总结来说呢，就是说他举了很多例子，用了各种经典。那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你如果去诽谤上师、贬低上师的话呢，那等着你的其实就是无间地狱。而且呢，你诋毁上师，他的就是他罪名，他的严重性呢，甚至是比犯下忤逆罪的人还要严重。那你不只是修行没有成就，那反而是可能会怎么说呢？你越是精进修行的话，你反而越可能让你自己朝地狱呢更进一步。那就是，所以在这里再度强调，就是上师就是视师为佛的一个重要性。好，第14颂呢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同样就跟大家做一个我们来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推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推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意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很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六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聚光照三月，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